蚵仔用烘的、用煮汤的拢真好食，不过就是这事先要洗要浸是较麻烦。台南市府除了拍台南蚵仔的认证品牌，嘛补助业者要洗蚵仔机，是希望会当解决渔村人口老化、人工无够的问题。台南北门罗德高社区的蚵仔笼，甲会当采收的养殖蚵仔运来华顶。第一步先用水冲洗掉的细只生物甲土刷，再来用人工甲一粒一粒肥肥水水的蚵仔剥落来。不过传统采收甲洗蚵仔的方式，正需要劳动力。在地协会即阵自费引进一台中大型洗蚵仔机，把拄仔采收落来的一大罐蚵仔放入去，就会当自动水洗断线，分割成一粒一粒的蚵仔，方便后续的作业。本来2个人一工洗较无10人，有这台机器一工会当洗200人青蚵仔。这若去用洗足够工的啦，拢一条一条洗好清气，转来才加有啦阿姨安尼较轻课啦，洗科的时间缩小了啊，还有人力也缩减了。像我前几天我四篮的那个鹅啊，我用人工剪就要4个小时。那刚才洗的话不用20分啊，你看4个小时我可以挖我多少颗了？洗蚵仔机解决渔村人口老化、人力不足这个问题，有助提升产销竞争力。就是这一台机器，它其实是可以达到省工的一个作用。像这台机器的话，我们平常传统人力科农大概一天洗科加剪科的话，我们在整个聚落大概要，如果以100人次来计算的话，这一个设备大概可以一天大概半天就可以节省这一些人力。农业局嘛协助辅导进行场协优化，提高品质，推出台南蚵仔的品牌标章。从那个洗科机那个剖科环境优化，到台南科的标章的建立，确实落实的建立一个台南科的一个品牌，让消费者能够买得安心，吃得安心。洗蚵仔机先由罗德高社区的蚵仔笼体验，后续再搁持续推广，透过机器洗选采收蚵仔，节省人力，降低农民成本，增加收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